各位朋友，大家好。今日我哋繼續同大家講唔同驗嘅唔同書同埋唔同驗嘅話題。今日講嘅咧都調轉頭啦，呢講同驗唔同書啊。今日齊家聽嘅就排下，前面呢隻都研究隔年就咧都研究。呢隻咧係在普通話體系咧兩隻詞咧就差唔多同義嘅。今日咧我哋就講嘅兩隻詞寫出嚟嘅笑話雖然係話係笑話咧，睇嘅看出係真實嘅係真實嘅隨係發生嘅。就講咧當時咧在50、60年代咧我哋中國嘅地方咧好多地方都搞運動嘅有思想運動有文化大革命運動咁樣嘅。就喺搞運動嘅時候咧都南北太刁亂嘅。即係講咧南方嘅人咧都是北方嘅搞運動，北方人咧都是南方人搞運動咁樣咧就到咧即係講唔同地方咧其中唔受包庇自家人即係咁意思就因為咧咁樣咧就產生咗好多故事出嚟今日講嘅咧係講廣東惠陽地區嘅一帶即係講客家話地方產生嘅故事當時嘅個地方咧有啲地方咧有隻梯隊或者有隻省人隊都有好多唔同聲嘅呢個同一隻省人隊或者同一隻梯隊唔同聲嘅咁樣咧就產生一啲講個房雞相雞嘅咁樣嘅矛盾出來咁樣咧因為咧個省人隊幹部咧都是請工作隊咧嚟解決問題啦當時咧工作隊長咧就咁樣講佢話你們這些問題我們都知道了但是我們要研究才能答復你們問題咧就出現咗研究呢兩個書噶啦當時咧個省隊幹部咧都唔知佢講乜嘅都聽佢話研究佢嗰啲普通話用唔鹹唔淡然後咧佢都暫時咧留幾個隊會商量下即係講有名跟住隊會咧就講話你都懵嘅佢話研究即係講咧我要研究要研老照將解決問題到咁咧佢哋隊會都商量咧係咪兩支招兩條嘢咁先後見佢將解決問題到可能咁然後咧都拿到一兩條招兩支招兩條嘢咧都是個工作隊長講啦也就講咧其實咧個工作隊長咧都唔係話愛研究嘅只係講佢話我哋要研究嘅問題好複雜如果唔研究落來咧好容易搞問題搞唔到就搞咗啲壞事出來咁樣嘅講咧其實嘅意思都唔係話愛研究
當時咧，有啲省人對官府有聽唔明嘅都唔鹹唔淡嘅普通話，所以當佢以為係可以演可以照，結果咧知道佢個對象嘅人咧，工作對象嘅咧，個工作對象咧一睇咧，哇，馬藝術啊呢個你上嚟賄賂我即係藝術睇你咧，你話咦咩喎？一聽到係後數嚟喎冇所謂啦都接落嚟啦所以咧當時咧個工作對象都撈佢清清楚講清楚其他咧你可以諗去研究下問題好嚴重如果咧如果唔認真啲研究下咧，好容易搞出問題來咁你個三對象有明白啊即係講睇你禮物都送到嚟啦冇所謂啦咩咁樣都接開佢咯結果咧個三對象咧總是留嗰啲仲會講咧學人哋虛假嘅回數不過咧禮物幾下接開相信咧問題好容易解決嘅好解決到啦結果咧嗰個建議咧問題真係解決啦也結束咧也超過咁結束啦竟然我都講嘅書咧超過講咧叫做研究同埋研究所以啲唔鹹唔淡嘅普通話當中嘅呢個普通話嘅研究客家話咧研究叫做研究都研究可以講研究檢測研即係講嘅嘅意思即係講冇意思即係叫做都研隻叫咧既要測叫屬於叫小用假如講窮追猛打意思追叫到底意思千也苗也千也追到底意思咁意思跟住咧元素咧有兩個鹽嘅，一隻都以檢測鹽一隻都鹽檢測鹽亦就係話鹽客家話同廣東話都兩個數類一樣嘅差唔多表示咧有火勢要講天地之世界意思咯鹽有火有火都要鹽呢個樣嘅意思就照咧主要赤照照咧有個啷個隻名咧用個粗犷有一隻名咧用個照情一呢講咧當時嘅地方咧嗰啲水咧攞照緊後尾嘅就咁甜嘅所以應該就一照嚟取個名用個照照情一同時咧也有個聲照嘅喎好奇怪有隻咁照聲呢隻書咧呢隻研究研究按照普通話咧真係差唔多同音嘅研究如果佢講話唔鹹唔淡咧研究就變做研究變做研究啦所以咧頭先講嘅笑話咧就會咁樣產生出嚟㗎嘅節目到此為止多謝大家